日本的麝香葡萄大粒皮薄又搁甜，这是日本用33档才开发出来的新品种。也毋过，这几档在中国甲韩国煞出现买共的品种，这寡翻版，互人怀疑讲是对日本偷早整治过去种的。甲这一罐外观敢若保酒的葡萄检查了后，才好好包装。这款金龙麝香葡萄，果子肉把，各甜汁各济，各有家己的香气，是日本上顶级的葡萄品种之一。伫当家的百货商店价，一罐都卖$100，是超过3000块的台票。虽然这么贵，但是真侪人送礼时阵拢会选择。但是最近几年，金龙麝香葡萄伫海外所拄到一个可比伊的对手。気持ちの面ではやっぱ心配ですね。うちもこれからそれこそやっと生産量も増えてきたんで、海外に輸出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考え始めたところなんで、もう海外に出すよって時にいや中国産の方が一番いいものでしょなんていうマーケットが出来上がってたら、もう自分たちがいくら頑張っても高い値段では取引されないだろうし。金龙麝香葡萄是日本科学家开超过30年才研发出来的，但最近几年中国和南韩引入树苗了后，看在当地种出外观和味拢真成的麝香葡萄。虽然品质是无金龙麝香葡萄遐尼好，但是因为较俗嘛，变做一寡消费者要来省钱的替代品。唔同，一個天一個地嘅，好賣啲。如果講以前啦，就肯定日本。就唔係大陸，但係今年嘅市道唔好咧，就好多人買大陸都係求其嘅現籌下咁。明明知影是黑伊種的，但是日本政府卻無法度有對策，原因就是金龍麝香葡萄敢若伫日本國內有註冊，無申請海外的專利，無合法的管道去要求韓國停止賣這種較別品，也是要求特許權的使用費。另外，中國是因為北京檢疫的規定，日本無法度向中國來出口葡萄，但嘛是要想辦法。日本政府伫2020年立法禁止甲已經註冊種子和樹苗走去國外，若違反相關會當關10年。或者是紅發上懸1000萬日票，嘛用 DNA 分析來找可別品。公司新聞，市灣林編譯。